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2年7月1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30篇，列王记下卷第4章第18到31节，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1到第7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帮补者。谢谢弟兄姐妹这几天的关心代祷。我今天开始正式解隔离，等一下会去再做快筛来看看是不是阴性，或是还有一些微量的病毒。谢谢大家的关心。在昨天我们提到以利沙先知，他遇到一位富有的妇人，他得到他的帮助照顾，然后他就传递了上帝给他们的应许让他们能够有一个孩子。对于这一对先生已经老迈却没有子嗣的这个家庭来说，这样的应许是一个祝福。但也就如同我们昨天谈到的，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里面都是自我矛盾比较多。经历了几年，这个家庭经历了几年，孩子生下来慢慢的长大。那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孩子却因为头痛，然后就死掉了。这位富有的妇人，他就再一次的来到先知以利亚的跟前。圣经记载这个妇人对先知说的话，他说：先生，我向你求过儿子吗？我不是跟你说不要燃起我的希望吗？真是矛盾看起来他好像是不想要孩子，其实是因为他的孩子已经死去了。那这个时候却忘记了过去几年他所享受上帝的恩典，这种天伦之乐。其实就是很简单，从他的话里面我们可以体会到他另外一种方式的求救。他希望从先知那里得到帮助。他又说：我指的永生的上主和你发誓，我绝不离开你。于是他们两人一起上路。这是非常标准，我们常常在说的，你若不帮助我，我绝不放你甘休了这样的意思。所以他真的是不想要孩子吗？其实也不是，只不过是因为孩子这个时候死掉了，他觉得他绝望了。这样的祝福正是他来找以利沙先知帮忙的目的。他知道以利沙先知是一个帮助者。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他提到的马其顿教会，他们如何在自己艰难的处境当中，自己经历患难非常严重的这个考验当中，仍然维持着热心与支持福音的工作上面。圣经记载说，弟兄姐妹们，我们希望你们知道上帝怎样恩待马其顿各教会。他们从所经历的患难受到严重的考验，但是他们充满着快乐，在极度的贫困中仍然慷慨捐助。我敢证明他们的捐助是竭尽所能的，甚至超过了他们的力量，出于自愿的。他们向我们恳求，在接济犹太的信徒这件善事上面，让他们也有份。这实在是远超过我们所期待的。首先，他们把自己奉献给主，
然后又按照上帝的旨意帮助我们。保罗这样的提到，很可能是因为哥林多教会在福音工作上面缺乏了热心，他们缺乏了成为帮补者的觉志跟他们这样的心智，因此保罗才写信来提醒鼓励哥林多教会。保罗说，因此我们鼓励提多继续协助你们完成他所开始的这一件善事，无论是信心、口才、知识，帮助别人的热忱和对我们的爱心，你们都那么丰富。我们希望你们在这件善事上面也格外的慷慨，热心参与福音的工作，并且决志成为一个帮补者，是需要被教导、被提醒、被鼓励的。所以保罗利用请安教导的书信来对哥林多教会基督徒提醒他们所应该或是可以做的事。今天的经文结尾他说道，你们都那么的丰富，我希望你们在这件善事上也格外的慷慨。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也代表了教会当中的一群人的特质，他们领受非常多上帝的祝福，确定于成为帮补者。在6月19号牧品的分享当中，我们知道他们在决定报名志愿参加厄瓜多尔或是到其他地方去参与宣教，都必须要自己去付旅费。他们或许可以透过募款，可以自己来支付这样的一笔费用。他们并不是因为有人提供了一笔资金，或是教会有补助就伸长手这样子去拿补助，好像去旅游的感觉，或是认为说本来就应该去花钱的、享受的，有一些是这样子的一个样子哈。这些他们的宣教团队不但是需要预备当地人的需要之物品，预备自己的旅费，即便他们是学生也要这样做。热心的帮补、支持的宣教、福音工作，其实是基督徒的呼召，基督徒的责任。诗篇121篇，诗人这样说道：我举目向上看，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是从上帝而来，他是创造天地的主，他不会让你跌倒，你的保护者不会打盹，以色列的保护者不会打盹，也不会睡着。上帝是你的保护者，他在你的身边做你的阴影来保护你。白天太阳不会伤你，夜晚月亮也不会害你。上帝会保护你脱离各样的灾难，他会保护你的生命，你出你入，上帝会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这一段的标题是我的保护者上帝。是的，上帝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需要时的帮助者。基督徒因为这样蒙恩得救，那我们也因为上帝的呼召，使我们能够有福气成为上帝爱的助手，也使人蒙福。这是上帝给亚伯拉罕的呼召，也是给哥林多教会基督徒的呼召，也是今日你我的呼召。
那我们有几件事情就是要一起来思考的。那些需要的人在哪里？他们需要什么？我们可以做什么？或是说我们可以怎么样做，成为他们的帮补者？诗篇30篇，上主啊，我颂赞你，因为你救了我，不容许仇敌向我夸耀。上主，我的上帝啊，我向你求助，你就医治了我。你把我从阴间救拔出来，你使我不至于沦入冥府。上主忠贞的子民啊，要颂赞上主，你们要感谢至圣者的作为。他的怒气转眼消逝，他的恩惠永不休止。夜里眼泪汪汪，朝来喜气洋洋。我安稳自在地说，我永不至于动摇。上主啊，你恩待我，使我稳固，像坚立在山上的堡垒。但你躲开不理我的时候，我就恐惧不已。上主啊，我向你呼求，我恳求你帮助我。我死了有什么好处呢？我进坟墓有什么益处呢？死人能颂赞你吗？他们能宣扬你的信实吗？上主啊，求你垂听怜悯我。上主啊，求你帮助我。你使我的悲哀变为舞蹈，使我脱掉悲伤，披上喜乐。所以我不缄默，我要歌唱颂赞你。上主，我的上帝啊，我要永远感谢你。求主帮助我们充满热忱，领受你爱的呼召，成为需要者的帮补。即使我们的能力不能做什么，但我们相信主，你悦纳我们寡妇奉献的心志。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